敬德领受人脉永存的真道，请曾牧师。赵金聪阿嬷的亲人，真欢迎恁伫今仔日甲阮做伙做礼拜。用主耶稣的听，欢迎恁大家。伫咱咧联络下晡的即个对年的对事礼拜的时，我有邀请咱来参加，多谢恁接受即个邀请。咱今仔做伙做礼拜，对恁来讲，真侪人应该是第一摆。但是咱伫即个所在，就亲像甲恁的妈妈、甲恁的阿嬷、甲天顶的上帝，咱都是一个大家庭。所以下晡对事礼拜，应该就是对即个时阵就开始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来到教会做礼拜，咱做一个基督徒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咧找什么？咱伫上帝的手中。咱咧找什么？伫咱的一生中间，敢有绝对？有人讨婚姻，但是今仔这个世代，婚姻嘛无绝对。若是古早亲像张金聪阿嬷迄个时代，因对婚姻的坚持，比今仔日这个时代的少年人更加坚持。所听兄弟姊妹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进入礼拜堂，咱要听什么种的道理？咱相信什么种的道理？咱要对心中问讲：伫这个世间，敢有绝对的？就是我的阿祖伊所讲的话，今仔日对我来讲嘛是有路用。我的祖先的祖先，今仔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变化、非常紧的时代，所以少年人有一种的感触，就是无迄种的绝对，因为今仔日所有的科技，明仔载可能就无路用，敢安尼？伫人类的生活的内底，生命敢有迄种绝对？袂因为人的生死，迄种的真理就不存在。今仔日我想要通过上帝所留予咱几千年的话，甲咱做伙来做祈祷、甲反省。伫咱要重新读这段话之前，我要邀请咱，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。历史的主，宇宙的上帝，你创造天。你创造地，你也创造所有活命的起头。你赏赐阮有你的话，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伫世间也未开始之前，你就存在。你所讲的话，嘛要永远存在。主，阮伫你面前要静静听，求你对阮讲话，互这的话成做阮的利益，开阮的目睭。照伫阮人生的道路，到永永远远，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一句话，是3000年前所写的话。伊讲伫世间也未创造之前，就我，这个我，其实就是咧讲道。世间有真侪宗教拢咧追求道、真道。真理智慧，3000年前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伊甲这种的体会甲写讲，对古早对起头世间的进程，上帝就已经设立我。咱若做一个安静谦卑的思考，这个所在其实就是咧讲起科学。3000年前无科学的时代。为什么这个人会讲，伫世间也未创造之前，上帝已经设立我？科学不是创造出来的道理，科学是人伫天地中间发现的智慧。所以所罗门伊所讲的这句话讲，
伫世间的起头就我的意思就是讲，伫天地运行进前，我还未想通进前，上帝就有伊的规矩，有伊的道，有伊的律。所以后来有一个人，伊就发现，这个地球宇宙中间所有的一个星神，拢照伊的轨道来运行。这个人叫做牛顿。后来牛顿伊就将伊所发现的体会，深深思考了后，伊讲出一个叫做万有引力。科学不是创造出来的智慧，人有谦卑。科学只不过是人伫宇宙中间所体会出来某一种的智慧那点。伫这句话还未写进前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家族，因伫天地中间咧敬拜一个上帝。就是创造的上帝，所以所罗门伊的祖先也无文字的记载进前，这个所罗门这个人，伊的阿祖、伊的祖先就用口传历代，将祖先的智慧、上帝所讲的话，一代传落一代。所以后来有圣经的叫做摩西五经，所罗门因代代就是读摩西五经。传上帝智慧的人，后来伊将伊所体会到的五经，甲天地上帝结合做伙，伊就写出今仔日一句话。伊讲世界进前，上帝已经将智慧设立伫这个宇宙的中间，也照这个真理来创造天甲地。后来所罗门所写了，经过1000年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翰，就是第二句话。所以约翰讲一句叫做“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地，道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道。”所听遐个姊妹，愿咱伫上帝面前找到这个真理，有绝对的真理。检测有人否定，有人无承认，有人无珍惜。但是袂因为人类否定有永远存在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就无存在。所以古早人虽然无宗教信仰进前，但是因有讲一句话叫做“敬天爱人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上帝以心来想要甲咱讲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前辈彼得伊讲。咱已经领受真理，都互真理洗咱的心。咱已经顺探真理，就互真理入咱的心，然后咱要定头生。过去的种种，亲像早日、昨日就过去，所有一切有一种叫做上帝所想事活活的真理，活泼长存的真道。所以听是什么？咱相信圣经，圣经就是上帝绝对的智慧。4000年前，以色列人因相信上帝的话，4000年后，因的子孙到今仔日还咧读这的话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读上帝的话，永永远远，咱的子孙要受上帝的话的帮助甲祝福，这就是今仔日牧师的祈祷。求天父上帝互咱找到永存真道，因为耶稣讲：“求就互你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亮开。”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主读读你的话，无论世间的主张、人类的思想、人的意念怎样改变。主读读你的话，永远袂改变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同齐伫主的面前誓约讲：主，这是我的态度。世间怎样改变，上帝你的话伫我的家族永远无改变。愿要照圣经所写的话来遵探，做一个追求真道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互咱找就拄着。当咱对心中用祈祷，甲上帝讨的时，上帝甲咱开真理的门，
互咱进入伫伊的内底。今仔这个时代是今仔这所相信的，明仔载都无一定是对，因为科学伊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心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心无一定是对。咱若安静思考的时，其实有真侪物件，旧的是比新的搁较有价值。你问牧师讲，迄是啥？古董，对无？古董是愈久愈有价值啊！但是牧师你摕即种来做比例，怪怪啊！是安那？因为古董有一种永远的物件，就是伊过去活过，伊过去的生命，伊得到保存，伊愈来愈价值。咱伫不可思议的意念的内底，咱找到咱一生中间的坚持，伫变不变的中间。其实人类拢在对找，咱伫上帝的帮助的中间，咱找到你一生的坚持。今仔日你坚持，你教予你的囝；明仔载你的囝坚持，教予你的孙；后来你的孙相信坚持，佮教予你的囡仔孙。愿咱的家族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对咱的祖先听到上帝永远的话。不但听有，佮珍惜，佮坚持，直到永远。主帮助咱，互咱真侪有智慧的人。这礼拜有一个人，伊真夯，伊的名叫做蒋渭水。你有听到这礼拜新闻无？因为柯文哲，伊讲伊足尊敬这个蒋渭水，所以伊用蒋渭水伫伊在生的时阵所推动的一个叫做台湾民众党。所以柯文哲伊嘛想讲要做一个政党，因为伊用蒋渭水伊所讲、伊所想、伊所推动迄种的社会理想。蒋渭水是一个真特别的医生，嘛是咱台湾历史中间头一个做社会运动的人。伊受过中国的教育，伊嘛受过日本的教育。伊真做一个医生的时，伊发现伊所徛起的台湾文化有一个检讨。伊讲台湾是一个久长病的社会，过去受到清朝200几年的影响，所以这个社会有真侪久长病。伊用一个医生的角度甲目睭咧看社会所发生的病。后来伊讲，虽然有一个政府叫做日本帝国。后来，这个日本帝国伫台湾50年的时间，伊嘛无法度医这个慢性病。台湾这个社会，伊讲这个社会过去受到中国文化、清朝文化有真深的影响。你若想要读，其实无困难，恁伫网络顶悬，恁等一下用这几字去甲搜寻，你就能读完整。因为这拢是蒋渭水医生的日记，伊的日记。伊讲台湾的正头道德败坏，人的心四散，人充满物质的欲望，意思就是来当趁钱就好啦。精神丧向，风俗败坏，迷信固执，无知识。佮落伊讲，无追求永远的事，不图永久大计，只图眼前小利。这是这礼拜旅行伫讨论的过程中间，一句吸引我的话，互我纯正咧想讲，100年前的台湾是安尼，今仔日的台湾，敢毋是嘛是安尼？人来甲伊讲有钱通趁，你就讲好啊；人来讲有钱通趁，就是成功，你就对啊。100年来台湾，敢有因为科学来改变？台湾是一个教育水准极其世界上悬的，差不多几乎没有文盲，所有的囡仔差不多几乎拢大学毕业，但是极其迷信啊！兄，这你敢有同意？咱行风水，咱看风水，咱有真侪禁忌，
有真侪对咱所未了解的这个宇宙的代志。我读到遮就好，兄弟姊妹，伊讲台湾人亲像头壳空空，头壳足大粒，但是头壳内底空空。那听到较严肃的代志，包括科学、数学、智慧、哲学，伊就头晕目暗。就亲像咧做礼拜，有人来听到圣经的话，伊就开始头晕目暗，啊，就进入要拄久的准备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帮衬会记得，上帝手中有永远存在永久之计。愿咱得到祝福。那咱的厝边头尾，咱的亲人讲，恁受福气的人，毋是安尼。咱的子孙嘛，因为咱得到祝福，永永远远受祝福。咱无贪心，但是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的真理，就是你的话，互阮的家族活起来。因为圣经耶稣讲一句话，伊讲人活伫这个世间，毋是干那单单靠五谷蔬菜食物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基督徒相信圣经所写上帝的话，充满智慧的光，通过谦卑祈祷，上帝的神要将伊的奥妙讲互咱听。所以讲，点伫人内心的圣神，要将上帝的奥妙来显明互人听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基督教是一个对起头就是追求永恒的宗教。所以基督教的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，这个名意思就是自有拥有，对古早就有，今仔日嘛有，将来嘛有。所以上帝的名是代表一个永存的本质。所以换一句话，因为这个名嘛咧甲咱提醒，咱的信仰是咧追求一个永久长存的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用保罗的祈祷做我的祈祷。保罗讲：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，我就为着我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我嘛伫我兄弟姊妹的面前做见证。我的祈祷就是盼望我所听兄弟姊妹，恁的贴心是建立伫真理的顶端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跟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咱的信仰的老师保罗，伊为着教会祈祷讲，盼望基督徒的贴心是建立伫真理的顶端。目的第10节伊讲啥物？伊讲，互咱会当分别是非。佮另外一种翻译讲，互咱会当看见、欣慕迄个美好的、有价值的事情。愿主听咱众人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今仔日的启应文也好，对金句也好，今仔日的启应文甲咱的金句，特别伫诗篇19篇第9节，伊讲，耶和华的道理清气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道理清气，存到永远。愿主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。所以简单解说拄则这的圣经，我要甲咱分享3个祈祷，3个观念。第一个祈祷，伫宇宙中间有存在，永远存在的道理。万有引力、地心引力，经过千万年，伫人类的历史中间，无人讲会清楚。但是经过遐尼久长的年日，才有一个叫做牛顿，有一个叫做伊将这个万有引力跟地心引力讲甲清清楚楚。伊毋是创造科学，伊是发现伫这个宇宙中间永存长存的真道。我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甲上帝讨，因为圣经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？就是智慧的开端。
愿主将这个智慧放伫咱的内底。所以上帝的话安尼讲，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之地，道就是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将你的话加做福音。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，福音就是这个道。求天父上帝将这话讲互咱听。耶稣讲，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，天地袂改变，但是我的话永远袂改变。愿咱做许大人的人，认真将上帝的话讲互囡仔听。因为所罗门的爸爸讲第一句话，诗篇就是所罗门的爸爸写的，箴言就是所罗门写的。诗篇讲耶和华的道理存到永远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真捌真道是甚物？伫圣经中间讲的真道有三项。第一，这个道就是人也未了解真正伊的存在的上帝。道就是上帝。第二，道就是上帝的话，天顶的美娘，上帝的话。道是甚物？道就是科学、哲学、真理。今仔日，愿天父上帝听咱第一个祈祷。第二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耳孔，互咱听，互咱看，互咱的心中会明白。这就是做礼拜上要紧的目的。牧师将圣经通过解说，希望遐的姊妹，咱讲的、听的，拢平平得到领受。今仔日彼得安尼讲，咱既然领受真理，都真理清起咱的心，互咱有新的活命，叫做顶头生。因为上帝话亲像种子，做世人若要报产，伊一定要有好的种子。所以选择要用高好，用什么货，无同款改良的种子，伊野了好的种子了后，伊就照安尼来修成，迄种的活命的五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真理就是活命的种子。真理要互人得到自由，真理嘛亲像光，伫黑暗面中间若来，光就互人有看见的能力。所以爱因斯坦讲，上帝无创造黑暗，上帝只有创造光。黑暗是甚物？黑暗是因为世间无光，所以一旦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所想述咱的真理，就是这个光。愿咱领受上帝的话。最后第三项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要守圣餐。耶稣讲，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。恁若会当今仔日倒了后，恁重新读约翰第6章，伫遐耶稣讲，我就是世间的美娘。所以基督徒领圣餐。象征性、象征性，咱是咧领受耶稣伊的活命。好，当咱食这个饼的时，咱应该对心中祈祷讲：主啊，今仔日我食这个饼，求你的生命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主啊，啉这个葡萄汁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你的保惠就进入我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咱要用圣餐来纪念咱的主耶稣，因为耶稣讲：人活不是干那活靠饼，人活乃是活靠上帝嘴所讲一切的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，因为耶稣有讲：人活不是干那活靠饼。所以耶稣伊伫约翰福音的内底，伊讲到三项。第一，耶稣讲：恁着爱来食这个活命的美牛。约翰福音第6章48节，耶稣讲：我就是活命的美牛。今仔日，我要鼓励咱兄弟姊妹领圣餐的时，你有你的祈祷，不是干那牧师的祈祷，你有你的祈祷。你恭敬摕到迄个饼的时，你祈祷，主，我领受这个饼的时，求你的活命
真是我的活命。你要听到耶稣甲你讲，我就是活命的真饼。吃天粮有天粮。我有一个感动，咱住伫德堂，我咧想讲，有一日咱教会是不是嘛让来创一个品牌？因为德堂上出名的就是米啊。我想讲，咱来做一个有机农场，咱来种一区有机农场，咱就来甲全台湾的教会分享讲，阮保证这个是有机的这个米，阮的品牌叫做天粮。当然这不是笑话，这是一个梦想。爱实行袂，我唔知影。咱中间若有农民，有做实的人，无条恁会当去甲实行。吃天粮有天粮，因为圣经内底讲，这个就是对天顶所赏赐的美粮。我咱伫今仔日的圣餐，咱恭敬感谢上帝，讲主，我感谢你，你赏赐我对天顶来的活命。耶稣佫讲，你若食这个饼，就永远袂枵，敢有遮好？咱时间到，一日爱食3顿，这是咱的习惯。因为咱时间到，咱腹肚就枵，就分泌液就走头脑，头脑就甲你讲你腹肚枵，然后你就选择要食饭。耶稣讲，这是一种信仰的话。伊讲，你若食这个饼，你若食我的活命，你永远就不搁再枵。伊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有满足的喜乐，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的精神要有一种的满足。丧凶甲欠缺要离开你的念头。人好嘢毋是因为足侪钱，人好嘢是因为无欠缺。意思就是讲，我有够嘢，我感恩啊，我满足啊。这种的人，伊的生命容易喜乐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活命放伫咱的内底，愿咱追求。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了后，伊有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恁伫这个世间都爱追求迄个永生的食物，恁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。劳力的意思就是尽力去追求了解永存之道。今仔日礼拜讲道的第一句话，牧师用思考的话问咱大家：你感觉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敢有永远的？你若感觉伊是永远，伊就是永远。因为圣经讲，婚姻是永远的，所以对誓约、对礼拜到一生的路，信仰和真侪代志变做有意义，信仰和真侪代志变做永远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教咱这的道理，互咱食这个天顶所落落来的美粮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咱当心，伫个祈祷进前，牧师要甲咱分享。一个这礼拜我的感动，我感觉我有一个做无够格的所在，就是对读圣经，鼓励咱读圣经的这个功课顶悬。我过去做了较无够格，虽然咱的周报拢有写讲读圣经的进度，但是咱中间到底有几个人，每一年拢有将圣经对头到尾读一摆？牧师伫高二迄年，阮的教会有一个规定，高二的学生一定要对头到尾，甲圣经读一摆。迄是我成长的经验。伫我的教会高雄新灵教会，牧师发现我毋捌邀请恁读圣经，牧师嘛毋忙，我会当鼓励伫咱教会所有的囡仔，等教会送恁初中升学的礼物就是圣经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咱的教会囡仔，每一个人上少拢甲圣经读一摆。而且永远读圣经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用刻薄的心来祈祷。主，求你帮助阮真做一个听道理也行道理的基督徒。主，你帮助所有阮的兄弟姊妹，
主求你将这种的祝福，就是活命的真道，天顶的美娘，赏赐给阮的兄弟姊妹，互因为上帝你的话来得到帮助，互阮因为上帝你的话来得到永驻。阮安尼感谢。下面我要做伙守圣餐，愿你来到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餐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